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25，箴言13章40安尼讲：贫大人的心幸无，也无所得到；温困的人要得到心满意足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无做贫大的人，就做温困的人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智慧甲能力的源头，你是活命的主宰，你是稳定甲福气的赏赐者。你的慈爱刷到永远，你的信实到万世代。主啊！愿感谢你，每日看顾阮的性命，伫阮软弱时赐下开力，伫阮失迷时引带阮的道路。主啊，你丰盛的恩典，日日慰累阮。主啊，求你除去阮贫惰野懒的心，互阮毋是只有幸无得到蒙福的生活，更较要紧的是爱有我靠你来付诸行动的气力甲决心。主啊，求你使阮温困的灵，互阮伫生活中来认真，伫家庭中忠心尽职，伫教会中甘心服侍，伫生活信仰中不断更新忠贞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